爱你就是每日予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偌大。你好，你好，这是春兰小姐。春兰小姐你好。你好，我要跳过课啦，讲起你呢。歹势哦，我先落。这个囡仔唔知安怎，咱惊你咱会当当响响，讲有影。歹势歹势。是的吼，啊，就阮这阿公啊吼，平常时也毋是安尼呢，可能吼，毋捌看到遮济人起来。希望看遮济人吼欢喜过头的款啦。是啦。是讲阿伯哥啊，我有代志是要拜托你。想讲吼，我甲阮老爷吼参详讲，要留恁踮咧遮大几工啊。对啦，阮某足好煮菜，留恁踮遮食一下饭的啦。妈，歹势啦，唔通人作做啦。啊，歹势哦。袂啦。无要紧，你若无闲哦，无要紧。阮某是属于足好煮菜哦，阮兜无菜啊。搁也无冰都通冰咧，若要去买菜哦，爱着2、3工才有人转来。是的吼，是的吼。是安怎啦？你小姐吼。你是安那？你是甲啥物意思的啦？啥物意思？无我问你，你拄仔伫客厅咧做啥？做梦我咧老人客，你煞咧赶人客。好啊，你若看到人，就是要共人倒来咱遮。哼，你咪着看人买咯，慢慢甲人讲啦。慢慢讲，我知影你咧想啥。啊，毋过你敢无看到呀？咱别墅人看到苦答的来吼，是安尼遐尔啊欢喜呢。啊，我留因伫遮大几工啊，要哪会有啥物代志啦？无代志，你敢敢保证？啊，伊两个来发生感情，要安那？咱敢若即个查某囝尔呢？你敢忍心看伊逐工安尼袂食袂困是？搁再讲，医生讲伊结果是5年尔。啊，若我安尼甲看起来，毋免3年啦。我的查某囝，哪会这么歹命？哪会这么可怜啊？好啊，莫哭啦，你莫哭啦。你若要甲留，你就去甲留。我照你的意思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安尼嘛，较差不多。啊，那个你菜遐创啊？啊，搁唔行啊？好行，那是专你的代志啊。来春姐啊，我真感谢你啦。啊，我老实甲你讲，这回阮来到遮吼，主要是要找一个哪会的查某囡仔。啊，就听苦老讲起讲，你要甲阮斗找，所以我妈今仔是专工要来甲你答谢的，无其他意思啦。是啊，我有个人去找啊啦。啊，摆你若有去遮吼，若找着，要甲恁联络也较方便啦。是啦，阮老的吼有派人四界去问呢，问看有敢有即个人无？哎呦，多谢你。啊是讲吼，阮若是住金龙病迄带啊，比较较方便啦。啊，无，妈咱来。啊无，俺有个代志，则拜托恁甲咱斗下手咧，甲斗找一下吼，拜托。是等下啦。是。其实吼，我请恁留落来，是有搁较重要的代志。好做啊，你来讲啊。
是有啥物代志是？阮别说伊，别说伊拄则毋是较好啊。我咧讲的毋是这个意思。阮别说伊低到绝情。别说你着绝情，你都绝症，哪会安尼？我看起来好好安啊。你来讲毋对无？夫人较济啦，我慢慢来讲互恁听啦，吼，较济较济。是安尼啦，4年前啊，阮白雪遇到一个当兵，我有带伊去坐船去互足远的先生看啦。啊，迄个先生讲，伊带着绝情的，讲若无检查，可能还活无到5年啦。安尼哦。哎呀，啊，你有留落去检查无？无啦，阮老的讲吼，惊伊万一若是留落来检查，才是低到绝情，叫阮别说了知影，心肝来艰苦，毋才会赶紧甲带转来。安尼哪会对？有病应该检查清楚啊。毋免阁检查，迄个医生的意思真高明，我知影吼，一定是低到绝情，无毋对。我若是想着讲，搁无无故意着要离开这个世上，我的心肝足艰苦，所以我毋才要拜托，苦劳会甲阮白雪来做伙，为了种快乐，有讲有笑。我请恁大人，互阮白雪啦，会通过着一段快乐的日子，好无？对啦，我也知影你是要来找人的啦，我也袂耽误你啦。我会尽量叫人去找哦，万一若找到雅慧，也通好甲带倒转来嘛。妈，你看咧。人讲天下父母心啦，这个代志，咱要安怎好意思拒绝哩？哦，恁真是拢要去钱家大呀？是啦是啦。啊，因真好咧吼，我若无好意思通甲拒绝啦。啊，而且阮一阵遮大阵到遮吼，啊，真歹势哦，足做恁遐久。无咯，你千万唔通来讲啊，讲我就气厌啊咧。这回是好佳在恁来遮大吼，才好我都化释阮爸仔中间的误会。啊，无讲正经啊。凡说阮姓蓝啊，甲即句哦，也分袂出讲伊是查甫啊，查某啊呢。见笑。好啊啦，你莫笑啊啦，你甲看，咱新人拢歹势，面都会安就对啦。还是阮村人姐较好。啊对啦，恁前家是毋是一个工头叫做阿国啊？对啊，你来捌咧？我哪毋捌哩，我甲伊是好朋友呢。朋友？姓蓝啊，你当时哪有一个好朋友叫阿国啊？阿爸哪毋知啊？无啦爸，你是要倒遐去啦？你袂记你旧年咱甲钱头做生意啊？迄个时阵是使啊。哦，赞，安尼上好，安尼上好。即摆伊若是安尼就熟悉啊，对无？咱去哦，就方便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一定去看你啦。真啊啦，我看金良啊，甲姓蓝啊，因爸仔囝会当好哦，我心肝内哦，实有影替足欢喜的啦。我嘛是，爸仔囝吼，若误会，就应该讲互清楚。对啦，啊若无吼，就愈母愈害哦。阿妹婆，阿妹婆，啥啦？阿妹婆，啊，恁什么时阵要白雪恁兜仔大哈？啊，都我都无咧急啊，啊，你咧急啥货？就明仔载的代志啦。哦，传来啦，我想讲一项代志要请教你啦。请教我，嘿啊，啊是有啥物代志是？啊，就白雪哦，伊的身体无人甲咯偌爽快啊。我想讲哦，买一项物件来送伊，你互伊较欢喜的。啊，不过我也无经验啦，唔知要送伊什么物件比较好啊。啊，恁下面是查囡仔吼，拜托的，你给我想一个办法啦，拜托的啦，传来啦。好。我想看卖啦。好啦个，哦啊，你什么时阵变咧遐捌代志？无啊，这是礼貌啊。传来啦，你先落买啦，先落买啦，啊，拜托的啦，紧的一啦。般哦，查囡仔吼，比较是较爱芳水啦，也是化妆品啦，
是讲我毋知白山吼，伊毋知用即个物件无诶。别说你本来就足水的啊，这款物件伊无用着啦。我伫北京买一寡梅啊，也无安尼啦，你摕一摆送的好无？送你梅啊，这唔好啦。啊对，咱日当下要来的时阵哦，我甲你辛苦我插着我家己一张相片伫啊，我下这张相片哦，来送你，安尼会用的咧。笑死人，把你的相片也无甲老好看，你敢好意思摕出来送人？无我想要送你什么物件啦？我想到啊，从我来决定，我只有办法。过来，讲到这个囡仔哦，平常时来过创过，有遐认真就好啦。就是。春来姐啊，真多谢你。多谢我，你甲我说啥物多谢咧？即届假使若毋是恁斗相共，我甲阮阿爸毋知闹到啥物地步。春来姐啊，恁莫遐早离开啦，加大几工啊，我会用带恁去世界佚佗啊。要带我去佚佗？哪会用的咧？你即摆做你查囡仔工课，譬如讲学煮食，还是甲厝内底款好清气，学做衫，安尼你爸爸才会欢喜啊。春兰姐啊，你是我所看见上界善良又搁美丽又搁捌代志的查某囡仔。假使我若像你安尼，毋知有偌好。是啦，你若安尼讲，其实你的个性真坦白，而且阁真古锥，甲一般的查囡仔拢无共款。我真欣赏你的个性呢。真是嘞。较早阮爸爸叫我学煮饭、洗衫、刺绣，我根本拢嘛袂睬。其实吼，我会晓遐尔够煮食吼，除非到猫学了后吼，我伫台湾拢有咧研究食谱呢。对啦，我嘛有早来呢。来，这本食谱送你，你认真学，3个月后，保证你一直做好煮菜。春兰姐啊，真多谢你。我自细汉就家己一个人，足孤单。从来无人对我这么好。是啦，你嘛安尼好无？是啦，你有想要爱一个姐姐无？你是讲？我来到这，我真想要交一个真好的妹妹。假使你若无生气啊，咱是毋是应结拜做姊妹，好无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这是你吃的？是我吃的。你手足好个嘛？是安这件代志，你拢无互你爸爸知影，你敢毋知影？你想要比一般的查囡仔手还佫较好呢？对啦，我有一项物件想要送你。来，这件衫你先看卖。就下水，超好看的。阿姊，多谢你。妹妹。阿哥啊！阿哥啊！阿哥啊！是的啦，啊，就这几天阿哥来因来，我家己成绩都无啥偌好，所以你常做工课的时阵，我才无半地来互你啉。是的啦，来啦，先小困一下来，你看你看你干老干呢？我订一杯茶互你啉好啦。好啊。来。别说，我无要紧的，
上重要吼是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较实在啊。我知影啦。啊，去博的遐人吼，是也足甘心的啦，为着要找人，找到咱遮尔啊偏僻的所在来，实在互人足感动的。确实吼，因要找迄个人，若知影这件代志，心内一定足幸福的。还佫有啦，迄个春兰姐啊吼，人嘛足好个呢。啊，佫有迄个做客阿舅啦，伊敢若听讲阿碧婆吼要找人，伊就飞世界去找呢。还是讲吼，我家己身体无啥偌好，要若无吼，我一定缀世界去找人的。袂煞啦，我看吼，你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啦。我想到我家己身体，我就足气的啦。迄个头人吼，多水啊呢，还佫足趣味的哦。自从伊来了吼，哇，伊就定讲迄唱歌话仔互我听，我当吼唱到肚肚痛到死，你知毋知？自从伊来安尼吼，我身体嘛变啊较好呢，嘛较有精神。啊，你敢讲呢？你甲我看一个啊！阿公，我甲你笑的咧，扣扣念，你拢无要甲我应哦。有啦，足水啊，咱唔就好。你即摆是安怎啊？我你讲我你怎插我？阿公，你莫安尼啦，以前是上听我的。是啊，你即摆拢袂甲我讲话啦。阿公，你讲好啊？你看伊人是毋是啊？我甲你讲啊，你拢无听的哦。莫讲啦，我嘛无爱睬你。哼！哎，公主啊！阮咧一天4、5个哦，那肉粽的，啊，规个甲恁搬过来，你会惊着啊袂？阿碧婆啊，你哪会安尼讲啦？你哦，愈侪人来愈好啦。你无听人讲吼，人多厝就旺。阮吼应该好好甲你说多谢。黄先生啊，你莫先甲阮多谢啦，我来讲一个小秘密，可乐的秘密。啥物秘密啦？哦，你毋知影，伊是一个大饭汉呢，一顿吼拢食7、8碗公的饭呢。真正啦！姑公啊，食2碗尔啦，2碗尔啦，2碗，可啦，唔啦啦，阮也就是安尼啊，你搁咧惊人讲，歹势啥？你搁无？你讲对无？对，真人来讲，安尼有理。这个姑啊，莫闹开啦，拜托，莫闹开啦。好啊，免救啦，这也无讲算家己闹开啦。红卜一个，你无头不正，遐无讲出来。你有可怜啦！真是有影安尼哦。对啊。啊，迄天吼，阮落去伫遮食暗的时吼，伊足客气的呢，敢若食半碗尔。伊食半碗。哎呀，莫来这套啦！可乐的个性我上知影啦，迄哦是咧假秘术啦。其实哦，阮隔壁博君你嘛知影，全世界上高者，迄外出兵呢。你是啊？你真是好啦，你真是好。对啦。对啦。咱准备啊，是啊，足歹势，啊，因两个哦，伫当落足好搭的啦，请你唔通见怪。对啦。没事啦，啊，你来到这才看到人啦。别说，别说，我甲你介绍，这位。这个姑啊，多多指教。阿你好。好，你好。别说了，这春兰啦，阿碧婆啊，你都熟悉啊嘛，对无？对。别说了，我甲你介绍哦，这个姑啊，阿姑啦，大个面酒叫伊出去啊，安尼就用的啦。出去阿姑你好。你好。好嘞。哦，啊你之前甲我介绍伊的时阵拢无共呢。那我无讲。有啊，你甲我介绍讲啥物？伊的目睭哦，那大门的，迄个一个嘴那暗光的有无？再倒有啊，讲伊的头毛那沾水的有无？讲拢无共。无啦。无啦。我听阮咧讲啦。你甲我讲的啊？无啦。要够有咧咯，要够有咧。阿姑啊，还佫一项哦，你讲无对。对，啥？可能的哦，顶下甲我讲哦。
伊会陪我去学印度啊，去甲学规身躯呢。无啦，你讲我都无咧讲啦。你讲的啦，你讲的啦，无咧讲啦，无啦。好啊，报了起欢啊！啊，这猪小弟这锅子烟呢？有够水哦！我伫咧北京的啦，啊，你有介意无？有介意无？我最介意耶！最介意哦！来，别说，这猪小弟哦，啊，放在这，啊，你心情若歹的时阵哦，啊，这猪小弟的顶头遮有一个空哦，啊，你的东西啊摕起来，总该落一个落去，吼！迄猪小弟哦，会感觉足欢喜的，只甲你怪叫啦，迄猪小弟哦，笑的时阵，啊，你的心情会对伊笑，安尼就袂艰苦啊，对无？真是的啊！当然啊，真是的，我敢会甲你骗你哦，来，你若唔相信哦，你试看。哦。来，你试看。啊，你该落落去啊！落。你也笑得足欢喜的呢。笑得足欢喜哦！哦，来，你试一下，哦，试一下。举起，来。啊，我甲你讲吼，啊你这吼啊甲豉油滴下，啊以后你若要嫁人的时候，呼，甲裤我破，啊会使做嫁妆啊，对无？好啦，谢谢啦。哎，春来啦，来，妈，你看，这蛇是知影，足有特色的啦。迄厝讲起伫个河边，遐尼侪个笋，还足水哦。妈，讲真实的吼，会使这查囡仔是足乖足捌代志。说这查囡仔是真乖。我头一摆看哦，对印象真好呢。查囡仔遐尼真乖呢，遐可怜，哪来遇到这个镜头？就是安尼讲。家在哦，毋是见坏的查某囝，我若要互伊知影，一定真伤心的。妈，莫想遐济啦。啊对吼，你老公叫我去敲电话，无正随敲电话来后子，哈。虽然这个查某囡仔做代志真谨慎，家早又有一个人甲我同阵来，我加真方便。